好，又到阿 B 智能家庭，今日嚟快拆呢個米家聲波震動牙刷，米家聲波掃震電動牙刷鋪。佢有咩功能先啊？有唔同嘅旅行鎖啦，可以感覺到近排掃嘅壓力度比較大啦，感覺到個力度啦，可以有幾多，有睇到你側重咗幾多percent 嘅覆蓋唔同嘅位置啦，所以你見到其實佢係有覆蓋區域嘅提醒啦，然之後口腔風險提醒啦，有呢個智能掃震清潔，即係佢識得自動大細力啦，然之後咧有唔同嘅頭換啦，然之後就太大力嘅話咧佢會提你嘅，然之後咁就好長時間續航，應該叉電就可以用好耐嘅，得幫你分析牙齒嘅狀態咯，然之後佢仲有直螢幕提示啊，最主要就係佢上面會有呢個螢幕提示嘅。咁舊嘅小米牙刷咧，佢上面咧通常就冇螢幕提示嘅，咁呢支咧就會有得用啦。快咁拆開佢先，開個 QR code應該用嚟 on apps 嘅。果然啊，唔同功能嘅插頭、電線、機身，到一版個睇下有咩功能先啦。多字說明書啦，咁樣咧呢度。咁我哋好快啦，睇埋個內容。簡單開佢嗱，一大個螢幕，兩個插頭，我中意啲尖毛仔嘅，上面咧有個尖毛，就幾中意佢夠貼心嘅。呢個邊位咧，佢特登有個小揭位咧，等你可以易啲打開，柔軟喎，唔錯。好啦，咁開埋佢先啦，落去唔使點樣就角度啦，直接打開底先，跟住咧就注意整潔，免入水，打開佢電機咧，我發覺撳掣佢又唔開喎。先咧輕輕用充電線叉電佢之後咧，再撳一下佢就已經開咗啦。即刻開埋添，有聽到聲音。會顯示其實呢個動作係柔和啦，再計秒數啦，之後咧再嚟刷又時間不足，係你喎，繼續柔和啦，標準啦，再深度掃震啦，唔同嘅喎，佢打頭咧左右搖喎，睇下掃震就因為佢識得掃咗，試下就咁震啊，覆蓋範圍不足。怪覆蓋範圍不足啦，請補刷。我而家亂撳亂停嘅，佢咧，佢成個規劃裏邊咧，由呢個嘅喐動到掃刷咧，都係一套嚟嘅。咁你如果咧時間唔夠長，就知你掃位置會唔夠，掃嘅位置唔夠，同埋震嘅位置、震嘅力度咧，都會話俾你聽。其實你點樣刷先係最乾淨嘅。我由細到大都有教法㗎啦，咁都唔會點樣跟佢。不過有人提示都好嘅。好啦，又睇翻啦。住深層掃嘅話咧，會咧智能掃震、標準震、掃震有啲特別啊。呢個叫深度掃震、智能掃震，掃下震下會掃咧。呢個變咗咧，除咗震嘅動作之外咧，仲有震嘅嗰個範圍、掃嘅範圍，佢都有得喐埋咯。呢個頭唔錯。好啦，就咁咯。今日呢個掃個識得幫你刷牙、教你刷牙，同點樣可以健康規劃刷牙咧，完成啦！呢度啊，啲牙刷咧，仲有好多嘅咧係可以值得提一提嘅。佢背後咧會有呢啲粒咧防滑啦。然之後咧，因為呢啲牙刷通常就圓形咧，碌嚟碌去好麻煩噶嘛。咁佢呢度咧有個平位咧，你見到其實呢個平位係用嚟咧俾你可以好平穩咁樣放喺度，而唔會碌嚟碌去咯。唔係原身嗰啲咧就容易碌嚟碌去咯。啲牙刷就咁，當然有啲人未必個個都打橫放牙刷嘅，有啲人打直同喺度啦，有啲人就打橫放啦。佢呢邊仲有一個咧叫過壓提示環啦。如果你太大力嘅話咧，應該就會着類似紅燈嗰類啦，咁應該就會提一提你，喂，太大力嘞噃。另外你如果唔喐佢嘅話咧，佢12秒之後咧就會自動關機咯。或者你會好奇咧，點樣小米嘅牙刷點樣可以知道你要刷邊個區域啦？係咪刷晒全部範圍啦？上下邊度要刷好啲啦？其實咧就要講翻，其實有一種儀器咧叫做陀螺儀嘅，佢係能夠偵測到你嗰支牙刷咧到底係打直、打橫、向前、向後、向上、向下360度嘅喐動，佢都會嘅。因為咧佢一路喐動，同一個面到底有冇撳落去刷緊嘅時候咧，佢全部都感受到。佢有嗰個裏邊嘅陀螺儀可以感受到方向、上下、左右、前後。
另外佢有感應器可以感應到到底你有冇掂住牙刷刷緊，同時地佢有計時器，咁就一次過齊晒㗎啦已經。咁你諗下你自己刷牙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將支牙刷擺喺口度開始刷嘅時候咧，佢都係前後上下左右嘅喐動㗎嘛，上下左，無論係刷前面啦，如果你要刷棚牙嘅前面嘅話咧，你必定係打橫刷嘅。你會刷後邊嘅話咧，把牙刷嘅後邊嘅話咧，必定係打直刷嘅。咁所以咧，佢知你前後啦，佢由於有內移啦，亦有你拉動嗰支牙刷到底撳實嗰個範圍向前後喐動嘅距離，佢都有計算嘅。所以咧，憑住咁樣，佢就知道其實你由刷牙嘅開始完結方向總結到底你有冇好好咁樣喺足夠嘅時間刷每一個範圍，而咧同時地上面都會識別到咁樣咯。點樣可以咧識別到你到底刷緊牙齒嘅邊個範圍咧？係刷緊正面啦，係刷緊牙嘅側邊嘅底部啊？其實佢就亦都係透過陀螺儀咧去睇下你支牙刷係正面咁樣貼住隻牙，係其實已經係側咗去向外咁樣去刷你啲牙咯。個動作會話俾你聽，其實你刷緊牙質。個動作會話俾你聽刷緊牙嘅正面。呢個動作咧就會俾你聽，咁樣你按落去由上到下咁樣壓住個面，刷緊牙嘅上方外側，亦佢就會咁樣知道到底你有冇好好咁樣刷牙嘅邊位，令到個牙菌斑少啲啦，亦都透過嗰個壓嘅力度啦，同埋到底有冇壓到落面度，因為佢感受到你壓力噶嘛，咁壓到落面度去咧，佢再透過公式去計算翻你有冇經常性刷好啲牙嘅位置，因為你牙刷一定用嗰支噶嘛，咁你唔會用其他嘢刷牙噶嘛，咁所以佢計算到啲透過時間去計算到你啲菌到底生長咗幾長時間啦，因為亦都感受到你有冇早晚刷牙噶嘛，透過呢個方式咧，同埋菌嘅生長時間咧，就可以知道你牙斑多唔多，都可以知道你有牙質呢個位置有冇刷，點樣提升，點樣擺動，佢全部都可以透過熒幕顯示話俾你聽，點樣去教你刷噶啦。B 智能家庭，睇下你中唔中意呢一個米家聲波掃震電動牙刷鋪啦。記得要 like， 記得如果 like 點讚啊、訂閱啊、鐘仔啊，謝晒。